好嘞，撒下来，你而来谈个尿片吧，讲小课咯，谈个尿片。哎呀，尿片，尿片。One more, two more, yes, one more. 是的。妹，拜托，莫都要妨害风化，好冇？你没跟我谈错。哎，咱要做得滚呢哈！干嘢念错。哦啊，吼，我差点唔记得啦。给。哎，你去搞亚 V 有偏，给 V 有偏，哎呦咩唔好？哎呀，原来那公司的同学考90分的同学好好合作，安尼都冇收门，个都扑脱。还有哈好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，你係客家人？客家人啊！哦，佢要叫乜梗係能念嘅嘛？我放一句啊，你知道什么啊？就重陽果啊，重陽果，那是嘛東西啊？講錯了，重陽是重陽堂。